我成日都要返工，冇乜時間同工人溝通，通知佢做嘢都有一定嘅難度啊。仲有啊，我哋屋企係食齋嘅，但係新工人又唔識煮。尋日佢又用錯我屋企嘅熱水爐啦，令到爆水渠添啊！究竟可以點算啊？咁你哋就一定要試下我哋嘅家務精靈 App 啦，佢可以幫你分配工作，用 AI 作出回饋同教學，仲可以幫手翻譯添。咁好，呢個 app 係點用㗎？打開個 App 後，先揀選語言及角色，入到主畫面後，底下有3個掣，可以俾使用者揀選唔同嘅功能。如果想增加任務，可以撳右下角嘅加號，進入設定畫面後填寫任務詳情。咁可唔可以睇返過往已經完成嘅任務，同埋俾工人參考嘅任務清單㗎？當然有啦，揀選你嘅任務就可以見到今日、聽日、之後5日以及緊急已完成嘅任務列表清單。如果有影片俾工人參考，咁時間表右方嘅 logo 就可以睇片學習點做。任務完成時間亦都係非常清晰咁樣列咗喺圖表當中㗎。但係如果工人唔識點完成任務，個 app 可以點幫到佢啊？咁就要提到我哋嘅 AI 教學啦。AI 會由大數據揾出一啲好嘅教學影片俾工人參考。除此之外，仲有一個 AI chatbot 俾啲工人查詢，解答佢哋嘅疑問。真係好有用啊！但如果每次都要撳入去 Your Task 版面先見到任務，咪好複雜？當然唔使，主畫面就會自動顯示緊急任務、接下來要完成嘅任務以及啱啱完成嘅任務。而當任務已經唔重要或者冇咁緊急，主人仲可以撳任務右下角嘅3點改變任務狀態、更改名稱或者刪除任務。等陣先，如果可以刪除任務，咁工人會唔會未完成就擅自編輯任務狀態㗎？放心，喺 App 一開始揀選嘅角色當中，工人同埋主人係有唔同嘅權限㗎。工人係唔可以刪除任務或者改變任務狀態，任何編輯都要事先通知主人，以確保應用程式唔會受到破壞。而撳右上角嘅設定 icon，亦都可以隨時改變格式、畫面顯示以及了解作品嘅功能及製作。撳左上角嘅3條橫線，則可以一覽產品嘅功能，以方便使用者揀選。你個作品聽起嚟好似好複雜咁喎，點整出嚟㗎？我哋用咗 MIT App Inventor 去整個應用程式，透過 HTTP 嘅 request 連接到 Flask 去整嘅 SQL Alchemy Backend 項目都係經過加密先發出。仲有我哋嘅 AI 係連接咗去 Hugging Face 嘅 DeepSeek，令用家可以直接問 AI 問題，方便完成日常工作。好，我返去即刻下載嚟試下先。